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 LK15的月亮頻道。喜歡我視頻嘅朋友，記得幫忙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今次嘅視頻係同大家分享貴州5天4夜之旅正式開始啦！早上，我哋田友嚟到福田口岸集合，人齊之後就一起出發。先搭乘深圳地鐵，前往深圳北站。我哋已經嚟到深圳北站啦。接下嚟，我哋就從呢度搭乘高鐵，直接前往我哋呢次旅程嘅目的地貴州省。我哋搭乘嘅呢班高鐵從深圳北出發，會途經虎門、廣州、賀州，最後到達貴陽北站，一共5個站，前程大約係需要5個鐘。我哋可以趁呢個機會喺車上休息一下，欣賞一下沿途嘅風景。广铁 U 彩提示您，前方到站是贺州站，请下车的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在车门处等候。下车时注意车门与站台之间的间隙，照顾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我哋已經嚟到呢一個係貴陽北啦。經過5個鐘頭嘅車程，我哋終於抵達咗貴陽北站。嚟到貴陽北站已經係下午2點幾鐘啦。我哋喺寬敞現代化嘅高鐵站入邊，先自行享用一頓午餐，補充能量，嘗嘗當地嘅風味羊肉米粉。午餐後，我哋就跟着導遊坐上旅遊巴，前往今日第一個景點安順古城。嗰條係小食街，而家落車之後呢，就嚟到呢一個叫做安順古城啦。我哋而家入去。安順古城有着超過600年嘅歷史城市記憶，以明清時期風格嘅青磚黛瓦建築錯落巷道文明，融合咗
傳寶文化，傳統手工藝。走進古城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濃厚嘅歷史氛圍，故色故鄉嘅城樓、街道都訴說着過去嘅故事。而家我哋喺古城呢度行過去對面就係食街嚟嘅，當然啦，
嚟到順安古城，絕對唔能夠錯過呢度嘅美食街。從古城門前走過對面馬路，街道兩旁匯聚咗各種貴州地道小吃，香氣撲鼻，像係知名嘅安順果卷、破酥包、小鍋涼粉等等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呢度自由探索，用味蕾嚟認識安順。逛完咗古城，品嚐咗小吃，晚飯時間到啦！我哋坐上旅遊巴，前往熱順海鮮酒樓，享受一頓豐盛美味嘅團隊晚餐。晚飯後，我哋坐上旅遊巴前往麥克達溫德姆酒店入住，結束咗今日充實而愉快嘅第一天旅程。如果喜歡我嘅分享，別忘了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你嘅按讚同轉發就係對我嘅最大支持。我哋下個旅程再見，拜拜。